艺术点亮生命，文化穿越中，欢迎收看今天的文化主题之夜。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跟越剧有关。最近上海的越剧舞台当中有了一部新戏，叫做《秋色渐浓》。它一反原来传统越剧那种才子佳人的模式，相反以辛亥革命这么一个大背景作为整个剧目的一个历史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个剧组的主创人员，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部新编写的越剧《秋色渐浓》。新编越剧《秋色渐浓》以翻天覆地的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巧妙地展示了一个几近没落的书香门第家中所有人物命运变化的心路历程。热血青年吴世达满怀憧憬地投身于辛亥革命，却在血腥的杀戮和世事的变化无常中迷失了方向，倒塌了信仰。而他那位温良贤惠的妻子素英，却在丈夫颓丧之时义无反顾地跨出了小家门墙。期间，同盟会革命党人雷继秋的介入，成为这一对夫妻交错而行的血色标杆。守旧的老父亲，善良的吴妈，懵懂的小石头，皆在一场避无可避的浪潮裹挟下，身不由己地走出了自己的生命轨迹。秋色渐浓采用了戏曲舞台上难得一见的3-1律的结构方式，在1+1景中完成全剧，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耐人寻味，为戏曲舞台向多元化呈现方式的探索打开了一扇窗。而越剧中3大流派的传人，范派的张瑞红，王派的王志平，袁派的方亚芬首次携手组合亮相，更是为此剧增色不少。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出几位主创人员跟大家见面，他们是该剧的编剧，上海越剧院长李丽老师。李丽，上海越剧院院长，越剧《秋色渐浓》编剧。欢迎欢迎。范派传人张瑞红。张瑞红，国家1级演员，公范派小生，越剧《秋色渐浓》是吴世达。王派传人王志平。王志平，国家1级演员，公王派花旦，越剧《秋色渐浓》是素英。袁派传人方亚芬。方亚芬，国家1级演员，公袁派青衣，越剧《秋色渐浓》是雷继秋。还有我们3位非常优秀的越剧演员吴群。吴群，青年越剧演员，公张派老生，越剧《秋色渐浓》是吴承祖。陈琼琼。陈琼琼，越剧演员，公丑昂，越剧《秋色渐浓》是吴妈。王淑文。王淑文，青年越剧演员，公范派小生，越剧《秋色渐浓》是石头。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有7位主创人员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既然编剧来了，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因为我知道你写过很多剧目，怎么会考虑到把这么一个大家非常习惯用古装戏来作为特征的越剧，来编了这么一出带有辛亥革命的这样一个背景的非常革命的这么一出剧目？按理说呢，像这样一个辛亥革命的题材啊，它是有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背景。那么就是说，由越剧这么一个委婉缠绵的这样的一个剧种来演这样一个剧目呢，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但是恰恰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戏的切入角度是从一个家庭的这么一个细小的角度，只是把辛亥革命呢作为了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从父子情、夫妻情和这个就是这个恋情也罢，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感情呢，就更加适合于越剧这个剧种来展现。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些主创人员已经坐在了台上，能不能把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剧目当中的人物关系啊，以及他们个人的这个特点，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做一个从编剧角度更为详细一些介绍？
好的，那个我们这个戏的主演呢是叫吴世达，是一个在辛亥革命当中开始是一腔热情的投身于这样一场革命，但是后来经过了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之后呢，他开始反问自己，开始对前景就是说产生了一种迷茫的感觉，所以呢，他就是说是在这个戏里作为一个主角来讲的话呢，又是一个女，就是她张若泓是一个我们说女人吧，她演这样一个女小生，对她来说挑战是非常之大的。在起，不愿最平丧，不愿再困到死堂。他有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叫素英，这个妻子呢可能是一个小家碧玉的这么一个人物，就是说她知道丈夫公公孩子就是她的整个天地，然后呢由于她的丈夫投身于这个辛亥革命，然后又介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革命党雷继秋，这两个人的介入了他的生命轨迹之后，使他逐渐的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不应该仅仅是围在这个小家院里边度过的，所以他最后勇敢地走出了家里。大家好，我是剧中的素英，张瑞红的老婆。这是原配夫人啊。我是剧中的革命党雷继秋，也是指引他走出家庭的重要指引人，也是一盏灯。你们三位过去有没有合作过一出戏？没有，三人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没有，从来没有过，对不对？我跟瑞红也是从原创来说是第一出。那么我觉得，其实我们整个排练过程当中，彼此都非常的尊重对方的这种演绎风格。因为虽然有一段时期也从那个陌生到那个慢慢的磨合，到慢慢的最后能够达到一定的默契，这个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刚才志平讲了，我和志平是第一次合作，以前演的是一些传统戏，像《梦丽君》里边有过，但是志平呢给我的感觉，他的戏路还是比较宽的，像《梦丽君》也好，追鱼也好，林黛玉也好，还是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那么这一次他演的素英，我觉得他从表演上是突破了自己原有的一些固定的印象啊，他更加的内在，这个人物也需要一些内敛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还是传达的比较准确。方亚芬吧，可能大家私下里很多人都说这嫂子是吧，演嫂子形象演得非常的好。那么这次实际上我觉得对你而言可能反差可能更加大一点。这是我自找的。是真的，因为可能每个演员他都希望自己不断的重复自己演的角色，也想通过某一个角色来突破自己。所以说在这个剧本拿到的时候，尽管我这个雷继秋他是个3号人物，但是我还是钟情于他，因为他让我有机会去突破，去让观众看到我方亚芬另外的一面。说实话，这个戏在排的时候啊，我都没怎么敢进排练场，因为这3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都对自己本来的演出的这种这个驾轻就熟的这种方式啦，都是一次。可以说是在突破。明白，您直说，就是你在你心里，你觉得这3人看上去不搭，是不是？所以很担心这不搭的3个人在一起能够搭出什么效果来。结果我觉得他们搭得非常漂亮。这我倒觉得，就是说这个吴世达父子嘛，对不对？这个在舞台当中，我们看到你们这个化妆也非常不错嘛。一看这个穿上服装以后，父亲就形象就出来了。但是私底下大家一看，您跟他的辈分应该是算。瑞红姐姐应该算是老师辈，是老师辈，对不对？跟我们关系好，所以叫瑞红。瑞红姐啊，实际上就是说按辈分，老师辈。来，这两位请起立嘛，对不对？在舞台上扮演我的长者，总是演我父亲。
现在能不能拿出一个对父亲的状态来看着他，对不对？这个母亲，你这是做什么？去注重宝玉。哎，母亲死定了，你也给我问老母亲了。文章啊，这世道这边一边不是儿子，回家去老子。哈哈哈，那就请老子教训儿子吧。前面还真感觉像兄弟，一句混账话以后，啊，马上儿子的感觉出来了，是吧？人物关系马上就出来了。说实在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正好，浙江有一个学生来看我们排练，他当时跟我说，哎，你们在台上，我就觉得好像无穷啊。就觉得你们的这种戏的它分量轻了一点儿。那么因为刚刚开始出排，然后过几天他正好来学戏的时候又来看了，哎，他说我一看这次感觉无穷大不一样了，他在台上长者这种感觉非常体现的到位了，这说明他这个进步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你这样说，你现在对我凶是吧？我告诉你啊，下了台我就要对你凶。他每次一下台就对我很凶，然后一上台我就对他凶。我想这个你的行当是算老生嘛，那么这个吴妈的行当呢？当时那个小丑，丑角啊，丑角跟那个童生，童生，对的，书童什么？书童什么对。那么在这个剧当中，这次你演的是一个老太太。对的，对不对？这老太太跟您这个年龄差距，我估计30-40岁起码的吧，起码的。差不多啊。你觉得要抓住这个老太太，最大的这个神韵在哪里？已经要接近演出的时候了，导演一下子来了灵感，他说：“你用小脚走。”我一下子怎么？你看用小脚走怎么走呢？我又不知道，以前又没看到，就是一点影响。还好呢，就是那个亚芬啊，他在旁边指点了我一下，他说怎么走，他走得蛮好的，真的。我那时候演祥林嫂最后一场嘛，我老找不到感觉，后来我就看到我们越剧院门口以前有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被拱着的那个，我就看她是怎么走路的。那天她在后面前面走，我在后面看，哦，后来我刚渐渐发觉了，一般她那个脚劲不好的，你去看她，他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啊，他的人肯定是往前拱的，两个脚是这样，他是往前拱的，走路都是这样走的，是为了保持平衡嘛。他走路肯定是用那个外八脚跟用劲，他是用这么，就是人整个都是这么舔的，有点像鸭子一样的那种。亚芳在这个戏里边啊，有一段唱，就是他就是憧憬着他将来就是建设成为一个新中国之后，他觉得他希望今后当了教书匠，他那个地方就用的这个老太太的脚步里。烦呐，困呐，烦呐。困呐，落落苦苦不甜啊！每个人都是要抓住一个点，这个人物就比较活。那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对于这个王淑雯同学而言呢，这个事儿大家看见了，特别漂亮、特别靓丽的小姑娘，在那个里边呢。头上呢也是只有3根毛，对吧？其实我觉得小石头挺可爱的，就是好多人都看了戏以后都会说，哎呀，小石头死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可怜，都哭了，都感动哭。我也很喜欢小石头这个角色的。我想习惯看传统越剧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习惯首先是在装束上。大家很习惯里面有水袖啊，有各种各样的冠啊，但是这一下整个装束变化了。那么在这个装束变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表演形式跟一些这种表演当中可以有的一些动作，它相应也会有所变化？对，因为以前我们演的一些都是古装戏，大部分演的人物也是古典的人物，我是第一次演近代戏，这对我的表演来讲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大家知道，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古装戏有水袖、高须，还有许多的身段。那
那么在这个戏里边，当这些手段全部被卸掉的时候，对演员的表演要求更高了，所以迫使你去探索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和方法。就说原来可能在古装戏当中，我应该是怎么表现的，现在换到了这个近现代的戏当中，原来的方式不能用了，于是我们就调整，用一个其他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苏英和我是夫妻关系，那么以前我们亲热可能会有一些搂、搀扶，用水袖，亲戚力。一般夫妻关系，我们在舞台上演绎的时候，总是都会有一些这么搀扶啊，然后这样啊。那我们现在这样要，毕竟这个是近代戏，要接近那个年代的生活，所以我们比如说行礼啊，都是他给我，那我就很自然的，还是比较生活化的啊，他给我不用夸张。然后呢，一些程式化的表演呢，你要跟现代生活进行一些结合。一直到那个我们在那个剧场连排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心里还是没底。有一次导演说：“志平，你怎么还在怀孕吗？”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其实非常明白的。我觉得我拿捏人物的感觉可能还没到位，但是突然有一天，在彩排的时候啊，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淑英。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可能，我事后想想，我可能是属于那种见了观众就来劲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跟自己平时就说积累啊、积淀，另外就说像我们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他在舞台上的这种驾驭能力和现场与观众的互动能力，可能是比以前要那个提高很多。能不能自己给我们提一下，在这个剧目当中，你们自己有哪几个唱段是觉得特别满意的、特别过瘾的？鬼打墙那一段啊，是我的一个独角戏啊，虽然很累，大段的唱，大段的舞蹈啊，很累，但是我觉得给演员表现的空间很大，只要我有内在的东西，你让你尽量发挥，所以这个演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挺过瘾的。编剧满意不满意？我应该是说是很满意的。很满意。那你觉得这个妻子这个角色当中那些唱段，你最觉得写得好的是哪一块？我当然特别喜欢他那个跟他公公，就是当他公公阻止丈夫出去，然后他就跪下来求他这个公公，他这一段戏，这次恰恰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一段。我每演到这里，我们排练场每个演员都笑。为什么？为什么呢？他因为人物他发生了一个质的转变。然后他的唱腔设计一定是很高亢的。那么这个人物呢，一下子就有个飞跃性的那个跳跃的感觉。那么然后好像变成了雷击秋。对，好像我一下子就接了雷击秋手中的枪那种感觉。那么当时呢，因为他安排的唱段是比较快的，而且音区就是不是我们一般花旦就说这个平时的这种非常能够接受的音区，所以这一段唱吧确实现场效果到最后体现出来，观众觉得也是有点疼。唱过字家家不放心中去，其定论为色的报了人人的羔羊千刀万国之业，自尽的分大气。还说这个对划分来讲，可能就更加让有大家点眼睛的事儿。说剧中啊，这个我们服装设计师设计了很多衣服，说你比较挑剔，不太满意，说你的衣服不如我家里的好，于是就从家里带来一套衣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委屈他，我解释一下，因为当时设计完了这个衣服以后，我们实际上是上海越剧院的这个制作工厂啊，他制作那个古装戏非常有经验，古装戏的服装，然后那种现代像他们现代特别带有西式的感觉的东西的制作总是比较难到位，所以呢这样子呢就是时间又赶来不及了，这个要改的话做好了以后一穿看不行，要改来不及了，于是他是奉献了他家里的那个衣服。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全方案分家里能够有辛亥革命时期的衣服。我那天在剧场里的时候，我还怕导演不同意，我小心翼翼地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们这个衣服好像不是太合身，但是呢我家里面有衣服，但是呢我就怕那个色彩可能跟原来设计的不一样。我们导演很疑惑地看着我，你有100年前的衣服吗？我说现在不是反古了吗？我说很多衣服都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现在又流行了，是吗？完了以后，我说我拿来，我说你先到服装间看一下行吧？他去看了以后，还可以。他后来跟我讲一句话。是不是你早就计算着想要演那个雷继秋啊？来，我们先把100年前的衣服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来。他这款式就说比较像当时时候好像从外面留洋回来的衣服款式比较像，这是我们原来要求导演的要求，就说可能是颜色比较浅的，没那么深，那只是也是为这个人物也只能这么点，但是后来穿上以后呢，导演觉得，雷继秋用这个色彩还是可以。说实话，这只是其中的一套，因为来不及做，还有好多套的衣服，我们都是你家里搬出来的。是的，款式是。李院长让他这个换一个工种啊。后来我们导演说，爸爸，你是不是家里面开仓库的？越剧。其实就是看女子越剧，它的特色主要是女子越剧，不管是女子越剧还是男子越剧，它只要是那个符合那个规定情节，我觉得越剧它有多种选择。一抓头皮，它说明前奏接下来要发火，那我很害怕。然后一下子上来呢，我是一开始是找不着表演的感觉。文化主题之夜，秋色渐浓话越剧正在播出。我想，刚刚你们在谈话当中多次提到了这个导演怎么样，这个导演怎么样，这个导演是怎么的严格，这个导演是怎么的优秀，能不能请这个李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导演到底是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导演？这个导演呢是这个中央戏学院的，原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威望的一个博士生导师，这样一个叫曹启敬，曹导，导过非常多的这个戏，你包括就是我们去年上海非常热演的那个《长生殿》昆曲啊，4天的演是吧？就是说他还导过像话剧《父亲》。就是说是还有就是非常多的那个歌剧《沧源》、咏剧《点溪》，我呢是非常敬仰他的，因为我觉得曹导这个人就是他从他的个人的这个品德修养特别丰厚的这种文化内涵，这我觉得我是一直非常敬佩他。所以这次就是说确实是他看了那个剧本之后，他非常喜欢这个剧本，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一拍即合。这个演员呢，通常碰到这样的导演呢，这个当然有火花，但是在排练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辛苦，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他一般是怎么来折磨你们。没有他一般不折磨演员。曹导真是一个大世界的导演，也是一个制造演员的高手。在排练场他很严谨，不张扬这个人啊。但是也有几分威严感，是吧，子弟哈？但是在排练场，他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同时有很尊重演员。这可能就刚才
李院长讲的，可能他是从事教育工作有关系，因为他是博士生导师嘛，所以在排练场他会带着你进入创作，然后让你懂得什么才叫表演。所以一出戏完了以后，等于是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表演课。我是受了我们李院长诱惑我说曹导排这个戏，他说你如果去看看也是有收获的，何况你去演一个角色。那我说角色大小倒没关系，只要有戏。他说你放心，他是制造演员的导师级的。那我就抱着这种心情，但是我一走进排练场的时候，因为听得太多了，实际上心里面很害怕自己有的东西可能达不到他的要求。我据说导演如果你达不到的话，他会抓头皮，一抓头皮以后，抓他的头皮，要抓你的头皮，抓他自己的头皮，他自己一抓头皮，他说明前奏接下来要发火。那我很害怕，我万一就怕看到他抓头皮。但是呢，好在我们这一轮戏排下来，我们导演一次头皮都没抓过。我觉得曹导吧，他这样有影响力的一个导演，我觉得他在各方面都太值得我们学习了。比如说，他不仅仅是在人物塑造上的对我们的启发，他对每一个细节，比如说从每个演员最初的唱腔设计，到每一个小道具的点儿，到每一件衣服服饰，包括点点滴滴，他都要亲自过问，真的是我们非常敬仰。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单上看到，除了有这个曹导这导演嘛，还有一个工种啊，叫做技导。这个好像在其他剧种当中不常看见。什么叫技导？技导吧，就是实际上还是经常在戏曲的里面，表演当中还是经常有，就是技术或者说是技艺的一种导演。技术和技艺的导演，对，他是协助导演，就是一起来把完成戏的这个，特别是对戏里具体演员的这个进行具体的指导，非常重要。我们这次请的技导吧，就是说是那个中国京剧院的当红小生宋小川老师。这个宋小川，这个我们好像肯定在某些影视剧当中还看到他有是的，这个大宅门当中，他也演过。因为宋小川呢，他是一个当红的这个小生演员，他身上很漂亮，手眼身法步，你去看他几乎倒是我认为是炉火纯青。那么然后呢，他呢就是说在这个京剧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很多的京剧演员他可能以程式为重，但他确实就是说以演人物为重。那么这一点呢，跟我们粤剧就比较接近了。那曹导可能我觉得他看中他的很大的程度上有这一点，就是说就人物出发来指导编排他们的就我们这些演员的形体。我们在座的这个演员和我们院长都非常的想念我们的技导和我们的导演。那么他们其实在离开这个剧组之后，对你们也非常的想念。我们特意采访了他们二位，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他们二位对你们几位是怎么评价、怎么说的。衷心祝愿张瑞红，在不同的剧本当中塑造不同的人物，希望你是能够达到更好的水平。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部戏，你能参与我们得那个2度梅花奖。我希望这是对张瑞红的衷心期盼。瑞红，吴世达这个形象在你的演艺生涯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人物。你向自己挑战，你突破了自己，你成功了。那么这个戏从我的以往的表演上，我想是一次新的突破。那么在今后，我还期待跟曹导还有小川老师再进行一次合作，期待。好，我们看一看这个我们二位导演和技导对于王志平的这个肺腑之言。对王志平呢，就是希望他就是在塑造不同人物当中呢，去感受一些更加心领神会的一种内在的含义。志平，你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戏路子，开辟了一条刚柔并济的戏路子。我想你今后你的这个表演艺术路会越走越宽。
人家祝你这个表演的路子越走越宽。跟他们合作之后，你觉得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我自己找的一个答案。那么我想，如果说，当然是导演们对我比较鼓励，那么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达到我要的那种感觉，只能说，打60分吧。正如我们刚刚曹导说的那样，让我们也一块儿祝愿王志平能够把他的路越走越宽。好，接下去我们看一看对方亚芬2位导演是怎么说的。祝愿我们那个方亚芬，更加洒脱，更加潇洒，在你聪明之余呢，把你的幽默带到你的艺术当中。亚芬，你由嫂子转型成革命者，你转型的很成功。可是，在嫂子和革命者之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我希望你能够把这2个极端的人物中间的形形色色都能够表现出来。你很聪明，你会做得到的。不管我这个角色，我们导演对我说演得很好，那肯定还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非常非常享受跟曹导跟宋小川老师他们在一起的那个过程，我也享受跟我们另外5个女人在一起的那个过程。好，那么接下去我们看一下2位导演对其他几位演员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啊？请看一下大屏幕。对，我这个吴群令我比较吃惊。说句心里话，因为这个演员，因为京剧演员是有男演女，越剧演员大部分都是女演男，但在吴群这个演员的身上，我没有看到女性的一点痕迹，说明他对这个吴承祖这个男性的这个角色把握的非常到位。吴群，你扮演的吴承祖，我很满意。你虽然很年轻，但是你在舞台上呈现出来，你已经显得很成熟了，前途无量，继续努力。这个吴群啊，我想这个人家说在一位女性的演员身上看不出一些女性的影子，这个对于你演的角色是一个最高的褒奖，但是可能对于你作为一个这个妙龄少女而言，确实颇有打击啊。没有，我一点打击都没有，我特别开心。我觉得很感谢曹导，因为我休息了很长时间，因为生孩子什么的休息很长时间，然后一下子上来呢，我是一开始是找不着表演的感觉，连怎么唱腔唱方法都找不着了，那时候很急的那个状态。然后通过这个戏，曹导对我严格要求，我觉得是我自己，不光是恢复了原来的这个水平嘛，应该讲，更在这个原来基础上大大的提高了一步，才让我这个角色能够成功的站起来。在这里，我站起来说，谢谢曹导，谢谢小川老师。好，我们下面看一看对于这个陈明琼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啊？陈明琼，虽然我听说你当时在排吴妈之前是演小花脸这个角色，但是通过吴妈这个角色对你是个创新，对你是个突破，在你将来的艺术道路上，我觉得是一个崭新的体验。琼琼，虽然在创作初期你曾经有过困惑，感到了困难，但是最终你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吴妈的形象，我祝贺你。我觉得这个2个月虽然人也蛮辛苦的，我自己为了这个角色就是也哭过一次，真的。吴妈会为了这个角色哭啊？对的，很急的，觉得哎呦，怕给他们丢脸什么的，头发也掉了一点。哎呦，真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过程很开心，就是到结果也蛮开心的，就是这样。谢谢导演，谢谢编剧，这样。哭，但确实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艺术过程，对不对？真的。好，最后我们看一看对我们的年轻演员们，这个2位导演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评价？王思文小朋友也是听说是张瑞红老师的学生，希望你在跟老师学习的基础上呢，能够达到自己的发挥的水平，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攀登新的高峰。思文，你在生活中和舞台上同样可爱，希望你永远保持这种纯真可爱，保持着蓬勃的朝气。表演艺术道路
是艰巨而漫长的，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我期待着你。那我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导演说：“舒文啊，我怎么看你怎么不像个男孩子？”他说：“那你明天来排戏，穿个圆领 T 恤，然后下面让我把那个裤脚啊卷到这儿，对，卷到这儿。然后他说：你家里那个太阳帽有没有？我说有。他说你明天带来，把它反戴。我说导演，我在舞台上就是这个形象吗？他说不是，让他找人物的感觉啊。就谁知道到舞台上连太阳帽的这个形象都没有，只有这么一小撮头发。其实我知道了，这个曹导就是要把你啊折腾成他这个最为欣赏的像吴群那样的就对了，对不对？对。哎，在你身上不要看见女孩子的这个痕迹，完全是一个男孩子的感觉。可能他觉得，哎，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他要的这个真正人物塑造的效果啊。越剧起源于浙江，发祥在上海。越剧的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又称小歌班。1917年，小歌班艺人初次进入上海演出，基本都是男性，故又称男班。后来，浙江嵊县又办起了女班。20世纪30年代，女班逐渐进入上海，开始引人瞩目，并涌现出了越剧十姐妹这样的代表人物。由于男班艺人年龄增大，后继乏人，逐渐衰落，最终被女班所取代。建国以来，上海越剧又在男女合演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涌现出了史继华、赵志刚等优秀的越剧男演员。一般来说，由于男性演员的先天优势，现代题材的越剧通常会采取男女合演的方式。此次的《秋色渐浓》却全部由女子来演绎现代戏，这对上海越剧院来说又是一次谨慎的实验。接下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女子越剧这方面的一些心得。我想从魏红而言，你觉得作为一个女小生，她最大的优势跟她有的劣势分别在哪里？越剧其实就是看女子越剧，它的特色，主要是女子越剧。因为我们平时在舞台上展现的都是才子佳人，越剧非常柔美，然后她的这种表现就女的在表演男性这东西，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比较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啊，所以但是呢，演这样一个秋水渐浓这种近代戏，基本是很满意。但是是不是女子越剧我们来演合适不合适，我也打过一个问号。再加上一般我不敢尝试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戏，因为女小生她的局限性主要是比个子上比较造型上比较娇小吧，不够粗犷。对，因为你这个是近代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人物，你男的，而且要展现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从外形上我觉得有点困难。但是这个题材为什么还是适合女子越剧？我觉得，因为虽然它表现的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宏大的革命斗争，但是它是放在一个家庭里边的，它里边的这种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情的展现这个情字是主题角度都是适合越剧的。那么从女子越剧发展的角度，我想就是女子越剧要展现的一种题材上是一次很好的拓展。你们可能现在也会在我们的演出过程当中，会看到比如有女小生，同时也有男小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觉得我们往下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各自的特点在哪里？或许是让他们齐头并进，对于越剧的这个发展会显得更完整，还是相对而言越剧就是女小生，相对而言它所显示出来的那才是越剧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特征？我觉得是各有各的优势。从这次来说吧，我觉得之前我有点顾虑，好像觉得日红她如果扮成了这样一个短头发的，穿中山装的青年，我跟她这样直面的拥抱，或者是一些
更生活化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别扭，但事实证明这些顾虑其实都是多余的，因为其实有人物就是最美的，它就是最真实的，不管是女子越剧还是男子越剧，它只要是那个符合那个规定情节，我觉得越剧它有多种选择，这不矛盾。多种选择对于演员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对不对？应该是很高。就不管男小生女小生，对不对？要在剧情当中演得好，这个才是好小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演出过程当中一点没有别扭的感觉，非常的真实。我就觉得他就是男人，非常没有一点资本气。因为以前季振华老师跟我讲过一句，季老师说，你们女孩子唱生角唱老生，他说，你千万不要去，我是个女人，我要去演男人。你越是这样想，你越演不好，越一看就是很造作的，做出来一副男人样，只是外形。对，只是外形，然后其实际上你就是我就是男人，就这么演，就很自然了。亚芬过去这个小生也演过是吧？小生呢是反串，那我以前还演过杨八姐。因为人有各式各样的人，你去表演的时候就要靠你演员他用内在的一种魅力去胜任这个角色，而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人物演成怎么样。所以说我不敢演，不管演什么角色，首先一点，我觉得我是女人。因为确实大家很关注，就是你们两个当中这个对舞剑的这一段。今天既然到现场，能不能给我们在这儿也能够展示一下？现场的我们来的这些同学们，有不少也都是戏曲方面的爱好者啊。刚刚听我们聊了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各位老师好，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近年来几位老师的一些新戏，然后发现这些年来就是这些戏的和以前的那些传统的才子佳人戏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些戏变饱满了，因为里面不仅有就是才子佳人为主线的这样一个东西，还有很多其他的主线以及副线在里面。那我想这种改革这样的变化对于主演来说是不是有更新的挑战呢？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前面是模仿继承为主，后面呢是进入自己的一些创作。那么每一个戏总是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每搞一个戏总是带着求新创新的一个追求啊。所以刚才就像你说的，不管我们找题材也好，剧本也好，人物的思想内涵上啊，总是想更饱满丰富啊，演员的表演空间更大一些，然后传达给观众的内容呢也更丰富一些。就像瑞红说的，我们身上肩负的是什么？更多的现在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演的戏不仅仅为我们自己而言，也是想留下一点东西给我们的下面的人，他们有一种可以参照的东西。其实每一个戏里边都有我们的一些思考和追求在里边。那么作为上海越剧院来讲的话，你想这次我们排这个秋色渐浓，其实我觉得就一个国家级的剧院，它除了肩负扎扎实实传承传统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之外，那么就它还有一个就在这个传统之上的一个创新和探索。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剧院，应该有这样的一批剧目，就是说是它是体现了它的文化触觉、文化的探索、文化的追求和文化的档次，有这么一个剧目，有这样的一批剧目，那么它代表了这个剧院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是前进的
一个牵引的一个方向。这戏拍完以后，我们今年年底就可能会上一个那个非常好看的，带有一定的那种这个聊斋色彩的画皮。再接下来的可能会推出像这个名人系列的李商隐。他那个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缠绵的这个文人和小姐的这样的类型，才子佳人戏。我觉得就是一个剧院只有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探索角度和前行脚步的话相结合，才能够走得稳，走得扎实。那么最后，我想我们也应该从秋色渐浓的这出戏当中选一段对于未来有着期意、有着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前景未来的唱段，让我们把它一块儿带给所有关注越剧的观众朋友。